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礼拜这时就要开始，咱就感谢主，互咱搁这边倒来伫咱的圣殿，互咱三甲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伫过去这礼拜，咱唔知咱大有感觉足炎热无？这天气实在是不哩啊热。总是虽然伫遮炎热的天气的下面，咱阳光游园，咱有一队底选的团队伫屏东内部的所在，积极咧做服侍，咧传福音。因也就是咱儿童牧区，甲咱青少年牧区，咱遮的小朋友，咱教会所培养的少年人，伫屏东内部的所在，着生分的人，一个一个安尼来传福音。当我接到消息的时候，因讲小朋友拄到生分的人，就拍开因的绘本，像顶礼拜伫咱教会内底所展现的安尼，来人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甚至因走入伫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内底来唱诗歌，来祝福遮的派出所的警官，来遮的警察啦。所以咱看到咱伫咱教会内底所培养出来的儿童的甲青少年，安尼展现着领袖的风范。这是咱教会所培养出来，这是咱未来的祝福。这也是咱伫永光教会上帝所应允咱的，互咱要为这开始，成做咱一步一步兴旺的开始。这儿童、这青少年是咱的宝贝。我相信在座咱有咱的父母，有咱的阿公阿嬷伫这中间。这对因来讲，因不只是伫教会内底服侍，对因个人也是上大的造就。对伫安尼，因去学习安怎独立，安怎解决问题，安怎活靠主。那这也要为因个人，为咱整个的家庭、家族，递到咱整个永光教会带来上大的祝福。大家阿门吗？咱这个时阵，咱用普声，咱来鼓励这群少年人，来将一切荣耀归于伫咱的上帝。咱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大家起立，咱来拍开咱的双手。伫这个时阵，咱要邀请圣神甲咱三个弟弟，咱做伙来讲：圣神，我欢迎你；圣神，我欢迎你；圣神，我邀请你；圣神，我邀请你；圣神，我靠慕你；圣神，我靠慕你。我望甲你三个弟弟。阿门。咱这个时阵要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，咱要过来一遍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个时阵，咱要用一个低调的心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咱做伙拍鼓仔来阿乐。至圣的上帝。
伙来喊话。为一切荣光给咱的上帝。咱献上咱的普阿声，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伫咱至高的上帝。咱的听是主爱的主，伊是至圣至高、掌管咱生命的主。因为伊的疼痛赢过一切，伊竞选咱，为着咱要享受伫伊丰富的恩典的下面，咱继续用这条。